今集係我換咗新地盤正式嘅出師之路第一集。之前有跟人哋學過批灰，去到新地盤都係幫手批下灰咁樣。學咗1年都算係有啲學有所成。今年開始應該可以揾到啲錢㗎啦。12點食飯，食豉油雞、菜同埋飯。食完嘢就繼續開工啦。5點鐘差唔多收工，啲料得返少少，批埋去少少就收工。最緊要呢啲陰角位拉返靚仔。今日就完成啦，嚟到大師傅都可以揾返2餐，收工咯。又代1工人落袋，收工咯。批到隻手起晒水泡。